来新闻一开始来看这个警界最近有一寡是非。前几天这个警察大学的校长陈德文才被指控，讲5年前咧做警政委员的时阵，甲帮碰车超职务的林炳文伫咧会所食饭。即摆时代力量的政治委黄国昌过来压料，讲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的警察队长林鸿基3年前伫咧内湖分局做队长的时阵，深夜走去招待所啉酒跋筊。这个招待所的主人就是最近地下会对案的主嫌郭铁敏，伊甲会对案的另外一个涉案人林炳文关系原来真密切。多参警察大学的校长陈德文嘛去过这个招待所，也毋过检警咧办这个案件时阵，郭铁敏就已经早一步走出国了。林炳文阁以300万来交保。中山分局这位警察队长林鸿基互调职记一支大告。黄国昌是大大来痛骂，呛内政部长徐国勇，敢讲这是掠细尾放大尾。这个警察大学的校长陈德文敢唔免处理？中山分局警察队长林鸿基前拿小协助，边起来这位就是地下会队案主嫌郭铁敏，搁一个什么市兄弟姓陈的小队长。林鸿基敢若是受到这位社区地米高龙乡咧来招，才来到这，桌顶脑放真侪酒杯啊，搁跋筊的物件。前立委黄国昌爆料，中山分局侦查队长之前在内湖任职的时候，深夜跑到刑爱路这间招待所赌牌九，而且这间招待所的背后负责人就是日前地下汇兑案已经潜逃出境的郭姓主嫌。如果连我们执法的警官都跟这一些黑帮的分子有这么逾越警系的往来，有多少的犯罪行为是因为这样被重放？政府必须要给全民一个清楚的交代。来看因的关系图，郭铁敏和林炳文拢牵涉地下汇兑案。警察校长陈德文则和林炳文做去郭铁敏的招待所，佮惊讲要找白龙的证据。即马警察队长林鸿基佮和郭铁敏啉酒跋筊，伫咧地下汇兑案内底，郭铁敏走入外海，林炳文300万交保，互黄国昌伫咧骂，敢讲是伫咧耍掠色放大。该员值日饮酒，参与赌博情事，经报请警察局督察室查证属实，记一大过处分，并调整为非主管职务。警队61期毕业的林鸿基，捌做过5个分局的警察队长。伊讲吼，迄是朋友咧介招，而且郭铁敏当时是特殊的对象，唔免报备。不过伫咧上班日走去招待所跋筊，佮啉酒，已经互警察界印象。